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韩国一个人气阵容的团体有一个成员，日前推出着歌曲，这个歌名叫做《花蕊》，讲这个洗脑的旋律，甲招牌的这种的开花舞，风靡着全球。台南市刑警大队宣导着反诈骗，嘛对着这个的风潮，大腿在大跳这种的开花舞，真趣味。韩国超人气的女子团体，伫这个主打歌内底有一段美艳的开花舞，伫全世界引起流行。今麦连台南市刑大嘛对咧跳舞。双手开一个合一个，开一个合一个，摇来摇去，面果为刀旗，甲鸟形目各种的装扮，这个行径拢是为了要宣传反诈骗。大家拢爱开花，对这个警察大人来讲，真正无简单。要拍这影片，唔知要顶跳偌一届。大你酒嘴要大的。冇迄个袂记要安怎讲的。嘿嘿，想要。还佫为了做正确舞步，导演甲演员拢一直修正。大家做伙完成这项无经费的任务，因为依照统计，今年假投资真诈骗的案件有324件，财产损失的金额有1亿块。假投资诈骗目前是全台诈欺案内的第1名，且有逐渐增加的趋势。台南市刑大对实行，希望讲会当加阻止这诈骗行为，和民众唔通佫变成诈骗集团眼中的叛案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